啥原因，规个心情拢袂清，寂寞的心境，全部露出了原形。啊，思慕的过程，心爱的又不再感情，情话绵。讲袂停，这款的情景，一时情加煞来分袂明。啥原因，规个心情拢袂清，寂寞的心境，全部露出了原形。啊，思慕的过程，心爱的又不再感情，情话绵。情加煞来分袂明。在感情，情话绵绵讲袂停，这款的情景，一时情加煞来分袂明。这呢大，亲像我痴情的目屎在袂煞，想起着你咱分开已经3年外，我应该勇敢来讲出再会啦。过去的我。到底是。